是徐伟老师，我们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去客家庄，到哪里去了呢？到龙潭去了。像龙潭这个地方呢，丘陵台地遍布哦，是在桃园县龙潭乡。怎么去呢？你从北二高的这个龙潭交流道下来，或者您走中山高下中立交流道，就可以到达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了。像龙潭那个地方啊，它有满山的茶园哦，而且呢还有三面环山的龙潭大池，你可以泛舟，你还可以钓鱼。而在这里呢，有时候你可以听到采茶的山歌，哇嘿！你可以感受到客家人淳朴温厚的天性哦。到那里一定会让你洗去一切的烦忧。像龙潭附近还有六福村啦、小人国啦、石门水库啦，哇，很好玩呢。而且那个地方住很多的客家人，所以碰到客家人的时候，要跟他说客家话哟。我们来学两句客家话。龙潭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哦。龍潭有當到好料的味素哦。龍潭有當到好料的味素哦。再来，我们写一句话，请大家常来客家庄玩，怎么说呢？請大家接接來客家莊了，請大家接接來客家莊了。哎，对，很好，音可喜相逢。雪薇老师今天要教的是好心有好报，跟我念哦，好心有好報。再来一次哦，好心有好報。好心有好報，好心有好報。英文怎么说呢？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. Virtue 就是美德 is its own reward. 好心美德就会有它的回报哦。这一集的微笑生活课语呢，今天可是最后一集了。在这65集当中啊，哇，我们团队编写了很多实用的客家话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发挥学习语言的最佳精神，使用它。到客家庄玩的时候，要开口讲客家话哦。像我们这么的用心，这么的好心，这么努力的教大家，希望就有最好的好报了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大家都会说客家话。我相信好心有好报。Virtue is its own reward. 同样的，大家如果对徐伟老师的教学啦，或对我们的团队或教材呢，有任何的意见跟指导的话，请写信给我哟，多多爱护我哟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喽。接下来呢，请跟着徐伟老师开口复习喽。来，开口，开口，不开口怎么學得好語言呢？來，第一句話跟我念咯。龍潭有當到好料的味素。龍潭有當到好料的味素。再來，請大家接接來客家莊了。請大家接接來客家莊了。念得很好哦，再來哦，開口念。好心有好報，很好，好心有好報。英文是什麼呢？ Virtue is its own reward。我是徐薇老師安之森，希望你再見。